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伫咧2016年发射小行星探测器欧塞瑞斯号，有成功甲250公克的小行星样本送到转来，这是目前采样到上重的星体样本记录。这欧塞瑞斯号也继续要进行后一个探测任务，按说伫咧2029年的时阵会到另外一粒小行星。 小行星探测器欧塞瑞斯号发射太空舱出现在荧幕顶端，犹他州军事基地美国太空总署地面控制人员马上还价拍破啊！2016年发射成功的欧塞瑞斯号，2010年伫贝努小行星采集样本，而是欧塞瑞斯号为10万公里的悬空发射太空舱将样本送到地球。太空舱首先通过大气层当中一座下降所形成的关粉，在降落地表进行。 感觉式的降落线开的位置比预期关度加4倍，和地面的控制中心正紧张。经过4点钟了后，总算顺利到犹他州军事基地训练区。NASA 人员将太空舱送去附近的实验室，在确保无受污染的密闭环境之下检验样本。And I'll also just say what you saw executed today, that precision, everything going just almost perfectly to plan. 欧塞瑞斯号伫2018年飞到贝努小行星，透过自己真空机器收集地表的土沙甲石头，总重量差不多是250公克，是阿波罗登月计划了后所收集上大量样本。日本准鸟2号太空船伫2010年送到的小行星量样样本只有5.4公克。 科学家真欢喜表示，贝努在45亿年前形成，也是太阳系形成之初。欧塞瑞斯号采集的样本，对解开星系甲地球生命器官的奥秘有帮助。I was there when it was assembled and when it was installed on the spacecraft. I was there when it was nothing but a PowerPoint on a slide in a proposal that we were submitting to NASA with this dream that we were going to bring back samples from Bennu. So it was amazing and emotional. 在成功送回太空舱进前，欧塞瑞斯号已经在宇宙轨道航行7年外，距离总共有62亿公里。 将样本伫自个送去 NASA 伫德州休斯顿专门抗月球研究的新实验室进行研究。欧塞瑞斯号也要继续去下一个探测任务，按算2029年到目标小行星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。